成年的家，弄你家地道里面摆着呢，他不能他是谁的呢啊？老，说我对我说好的没够了，也没想木啦你呀，还对说我好的没够了。我就总牛的都讲到来，不要干么子哟，不拆了。我说我拆高了，我电影，我说我这他妈成的生活的都讲到来啊，不要干么子哟，这记错卡不要追啊，摸了，谁呀摸？都肉啊多了，哎呀，这我也难免嘞啊，难免，还真是要这多年了，啊，记到我了啦。就说的武器炮哦，哎呀，武器炮哦，哎呀，多难练这个武器炮啊，还好没事啊。